城市祈禱中心21天禁食禱告2026年1月22日第4天，主題：求主幫助我能饒恕。經文：你們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；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。馬太福音6章14至15節。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就不被論斷；你們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們要饒恕人，就必蒙饒恕。路加福音6章37節。人有見識，就不輕易發怒，寬恕人的過失，便是自己的榮耀。箴言19章11節。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，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。馬太福音5章44至45節。並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憐憫的心，彼此饒恕，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。以弗所書4章32節。唯獨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裏，且在黑暗裏行，也不知道往哪裏去，因為黑暗叫他們眼睛瞎了。約翰一書2章11節。訊息：我們原本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，但耶穌叫我們活過來。以弗所書2章1節。我們因信主耶穌，被無條件饒恕一切過犯，得以與天國有份，又得稱為神的兒女。我們的過犯因信主耶穌而不被追究，被稱為義。這真是何等大的恩典！但很多時候，我們被傷害時，我們總認為自己是合理去計較別人的惡，自己是受害者，是有道理的一方，但這卻不是真理。我們不被追討過往所行的惡，因着耶穌的寶血，罪惡得被赦免。所以天父也要求我們不要計算人的惡，活出基督赦罪之愛。但確實，饒恕不是容易的事。很多時候，我們受傷後，內心隱隱作痛，深感難過，被憤怒蒙蔽眼目，難以饒恕傷害我們的人。所以，我們必須靠着天父的恩典與大愛，使我們能信服天父，才能作出饒恕決定。天父就可以帶領我們走出受傷的感覺，止息憤怒，內心回復平靜安穩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我要感謝你，讓我因耶穌基督的寶血得稱為義，使我的罪惡得蒙赦免。求天父幫助我能夠饒恕每一個曾傷害我的人，不做一個計較的人。若我還有不能饒恕的過犯，求主光照，讓我能看見我內心真實的狀況，將我從憤怒、苦毒、憎恨、不饒恕中釋放出來。求天父使我成為一個容易饒恕的人。若因我的父母曾經無心或有心做了傷害我的行為，或說了些傷害我的說話，求主顯明，引領我能夠完全饒恕他們。也求天父向我顯明，我心裡有誰是未能饒恕的。請花2至3分鐘時間安靜，被神光照。請你幫助我能完全饒恕。求天父幫助我能饒恕自己的不足與過犯，不為自己的過犯耿耿於懷，讓我能相信，當我來到你跟前，
承認自己的過犯時，我已完全被赦罪。求天父賜我能力去愛我的仇敵，心裏有足夠的愛，能愛那些逼迫我的人。馬太福音5章44至45節。有能力為那些傷害或冒犯我的人禱告，使我對他們有憐恤的心。若有不饒恕我的人，求天父的愛軟化他們的心，使他們能夠饒恕我，引領我跟每一個人的關係復和，在愛的關係中榮耀天父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而家我哋有啲安靜嘅時間，聆聽聖靈嘅聲音。